位兄姐平安。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当欢喜快乐，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再一次到了主的宝座前来同心敬拜。现在，我们用祷告的心，从关心教会的圣工开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事工。今天是本会社教127周年主日，感谢蔡信生牧师莅领本会，带领培灵会及今日2堂礼拜讲道。下周是儿童主日，下周下午1点，爱家团契于佑星2楼举行圣经研习，欢迎踊跃参加。2月23主日，定期会员合会通过以下议案：3月丰盛人生可以到招待桌或办公室购买。108学年度第1学期奖学金即日起开始申请，到3月29日为止。3月21日，宣教事工部与青年团契共同举办宣教课程，欢迎踊跃参加。本会社教127周年，自3月1号到3月22号，台湾圣经公会特别提供圣经8折优惠，请有需要的兄姐向办公室登记。本会定3月29号下午1点举行联合追思礼拜，请欲参加的家庭向办公室报名。4月12日为复活节主日，第2堂礼拜有洗礼，欲洗礼者请向办公室报名。2020与京剧有约，邀请兄姐参与每日读经的活动。3月22号下午1点，爱家团契邀请田妈妈分享生命见证，欢迎兄姐踊跃报名参加。教育馆的景观工程及内部设备装潢的认线项目置于招待桌，欢迎兄姐认线。以下是教育馆新建工程进度，请代祷及奉献。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愿上帝安慰与医治。我们一起来阅读今天的金句，请翻开周报的第1页，我们一起来读2遍。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我们同心来祷告，请起立。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在我们经历1星期的劳碌之后，可以在你预定的日子里来到你的殿院，接受圣灵的浇灌，重新得力，继续奔跑在你为我们所安排的道路上，丝毫不畏惧。主啊，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受难、死而复活，让我们知道上帝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也使得我们得以借着主耶稣的复活，和上帝建立了合一的关系，更要借着这合一的关系，在信仰的道路上刚强壮胆，深切体会与学习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勇敢地承担传达福音的使命。主啊，目前全世界都在武汉肺炎的肆虐之中，感谢你为台湾的人民安排了最好的政府与抗疫的团队，使得台湾的抗疫经验成为世界的典范。
由于武汉肺炎的传染力强，我们教会的活动不免受到些许的影响，但也更激励了我们的信仰。在注意个人良好的卫生习惯之外，更要全心仰赖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国人以及全世界的人民，都可以安然度过这一次病毒的侵害。我们也要用主所教导的主祷文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的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一起拍手来赞美主。我们要对你说，你使我们的心得坚固，主，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是我心的坚固，你是我随时帮助，我不会疑惑，你拯救我的生命。你是我慈爱救主，你是我全能天赋，我不会恐惧，因我有你的能力。就算生命遭受狂风暴雨无情的袭击，但主你大能双手高举我赢得胜利。你是真实救主，永远不离弃我，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应许永不改变。阿拉法与欧米伽，创始成终主，全地都要尊荣你主，你是永活的真神。你是我心的坚固，你是我随时帮助，我不会疑惑，你拯救我的生命。你是我慈爱救主，你是我全能天赋，我不会恐惧，因我有你的能力。就算生命遭受狂风暴雨无情的袭击，但主你大能双手高举我赢得胜利。你是真实救主，永远不离弃我，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应许永不改变。阿拉法与欧米伽，创始成终主，全地都要尊荣你主，你是永活的真神。就算生命遭受狂风暴雨无情的袭击，但主你大能双手高举我赢得胜利。你是真实救主，永远不离弃我，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应许永不改变。阿拉法与欧米伽，创始成终主，全地都要尊荣你主，你是永活的真神。全地都要尊荣你主，全地都要尊荣你主，全地都要尊荣你主，你是永活的真神。掌声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是的，我们要尊崇你。主啊，我们的心切慕你，主就好像鹿切慕溪水一样，主，我们要来到你的跟前，来亲近你。
心切，慕你路路切慕其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其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主更深的来唱，我们切慕。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主，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
我要安静，知你是神。藏我在翅膀荫下，遮盖我，在你大能手中。使我们的灵安息在你里面。我灵安息在基督里，你大能使我安然心靠。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是的，阿爸父上帝，我们要安静在你面前。我们知道你掌权，你是我们的主，你是历史的主宰。在这个挑战的环境中间，在武汉肺炎疫情的风暴中间，你带领我们展翅上腾，在这些风暴之上。感谢赞美主，在这个时刻再次设立宝座，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你。借着你忠心的仆人带领我们，经历到你所带给我们的更新转化。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请坐。非常感谢天父上帝，在我们127周年的社教主日，我们有邀请到蔡新生牧师到我们中间一起再次的激励我们。但是因为环境的关系，所以我们昨天小会还有特别培灵会完讨论几件事情，除了在周报上面写的，我们有照着政府的规定以及那个需要做很多的预备之外，有几件事情要特别跟大家报告。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开始主日礼拜跟例行的团契聚会之外的活动，我们都会暂停，包括像原本3月29号下午的联合追思礼拜，我们也先取消。4月本来有的教育部的教育施工部所预备的讲座等等，只要不是主日礼拜，不是团契聚会之外的，我们都先暂停。好，这个跟大家讲，盼望到5月底或者说疫情平稳以后，所以我们进出各种聚会场所，请我们落实量体温，洗手，洗手非常重要。现在大家到2楼办公室都知道，先去洗手间洗手。第二，因为办公室是出入人最多的地方，我们的同工每一天都会用酒精擦拭把手门桌等等。但是仍然，如果非必要，
我们办公室尽量没有去，有事情用电话联络，干事同工或牧者同工会为我们预备这个部分。第三呢，如果有从国外回来我们希望自己也能够自主管理过2周再参加聚会，特别是办公室也把所有的东西放到云端，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干事同工也要练习远距上班。所以再来这个礼拜，我们要让干事多半天在家里面，不是休息，在家练习远距上班，类似这样。特别重要就是我们主日礼拜有一项非常重要回应上帝，就是奉献。以前我们是奉献袋用传的这个大家进来虽然有用酒精，虽然这个奉献袋礼拜天早上我亲自擦过，然后喷了酒精，但是我们还是觉得用传递的可能不是很恰当。奉献是自己的一个感恩，一个祷告，所以你不用挂虑什么。如果你不了解奉献的意义，或者说还没有预备好，你就放心。所以我们等一下奉献的时候是执事拿着奉献袋，会有7个执事，所以他递过去就递回来，他就是只有执事拿，我们就不用拿奉献袋，你奉献就投进去。如果没有预备好，或者说还不明了奉献意义的，你平常心上帝知道我们，所以你就不用介意奉献袋从你前面再过来，他就到下一排去了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可以不用接触到奉献袋。用这样的事情特别跟大家报告。我们自己做好健康管理我提过了，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不戴，不然的话，应该这个时候我的口袋口罩就出来，不止口罩出来，我们都上次有提过，还有喉糖，你不用担心有需要就外面我们还预备了喉糖。因为其实没有怎样，只是有时候可能干了一下，你不小心咳，旁边就看了我也很紧张其实没有什么事，但是我们有需要，那个招待那边我们有预备喉糖这个从纽西兰来的，所以你可以如果有需要，你就真的去拿一个，让自己舒服一点就不会自己太紧张所以用这样的报告，盼望主为我们预备。如果有一天我们需要，那个小慧都想到了有一天有需要，这个地方要暂停聚会的时候。我还会在这边音控有一个人，你们都在家看 YouTube 那个时候我们还是会进行所以我们放在祷告中。那我们也尽量坐开一排，大概坐3个4个我们尽量坐开这样这也是我们可以一起配合的地方。所以特别感谢，虽然说外面有风暴，可是我们仍然到主面前一起敬拜。尤其蔡信生牧师是在南坎长老教会他常常说南坎长老教会比我们大1岁而已，我们都是120几年的教会，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中间得到一些更新转化。所以在今天的信息之前，柯金牧执事要为我们来宣读今天上帝的话语。恭读圣经。今天的圣经节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5章57到58节。和修本的圣经在新约第268页。感谢上帝，他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突然的。正道，我们请蔡信生牧师。今天他正道的题目是为主做工，不怕劳苦。好，亲爱的我们的许牧师，还有在座的弟兄姐妹，很高兴在我们士林教会庆祝127周年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透过我们再一次的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可以有更美好的那种回应，就是神所爱我们一起奔跑的道路。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谢谢主，今天早晨再一次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聆听你的话语，也遵行你的话语，将一切的颂赞、爱戴、荣耀都归给你，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让我们用喜乐的心一起敬拜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有一个美丽的海滩，
每年都有好多的观光客来到那里享受游泳的这种快乐。但是有很多人发现，当观光客在那边玩水的时候，常常就会发生有人溺毙或淹水的事件。所以就有人提议，这个海滩呢，需要有救生员来抢救在大海中溺水的人。所以不久之后，就有热心人士组织了救生队，来保护在海上玩水的人他们的安全。那么这个救生队果然发挥了很大的功效，救了很多不幸溺水的人。后来有很多被救起来的人，为了感谢这些救生员的辛劳，他们就捐了很多的钱给救生队。当这些经常会用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就在海边盖了一栋救生大楼，同时也请了很多人来做行政、公关、清洁的工作。在没有人玩水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喜欢到这个救生大楼来打球、聊天、交朋友。于是就越来越多人喜欢加入这个当中，大家彼此的聚集，充满了欢笑。时间一久，大家觉得这一栋救生大楼就是要让大家快乐的交谊厅。渐渐的，这个救生站不再是去救人，而渐渐变成一个享受海边美丽的景色，让人休闲活动的高级俱乐部。但是当大家来到这豪华舒适的俱乐部，在享受欢乐的同时，附近海边还是常常发生淹死人的事情。这栋救生大楼已经变成了高级的俱乐部，失去了当初成立救生队的宗旨，也很少人愿意再出去救人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让教会真正的成为教会。当一个团体失去了它成立的宗旨和目的的时候，它就丧失了它原本应该有的功能跟本质了。这让我想到，教会跟那个设立在海边的俱乐部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像那些救生员一样，当我们失去了拯救灵魂，将人带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已经由传福音、分享耶稣使人得救、生命改变，被简化成为只是固定来做礼拜、奉献、参加聚会，对人的灵魂却渐渐的冷漠。不知不觉，我们也好像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了。如果是这样，那不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吗？我相信我们士林教会过去这127年的历史，一定经历了很多的牧者、长老、执事，还有很多默默付出的同工。我们要继续奔跑的时候，我们不能停留，因为不进一定是退。今天我们所读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16节所说的：“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因为传福音的责任已加在我的身上。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这样，我们要思想，教会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教会不只是建筑物，教会是有一群相信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让我们从圣灵得到重生的新生命的这一群信徒所组成的生命共同体。而且我们具备永恒、属灵以及在世暂时的这两部分。我们在世上
只是短暂寄居的一群神所呼召的人。不管我们的信仰如何的纯正，我们的灵命是如何的强盛，我们的见证是何等的美好，但是数十年之后，我们必然都会离开这个暂时的世界。所以教会存在在这个暂时的世界里面，我们必须要积极的传扬耶稣基督宝血赦罪，使人得着永恒生命的救恩。大使命是主耶稣升天前念之在之、殷切嘱咐吩咐的事情，也是我们教会的主业跟本业。离开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回报上帝在我们生命中那个超过所求所想的恩典。任何一间旺盛兴旺的教会，只要一段时间不再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也不再努力传福音，我可以讲，教会已经是名存实亡了。教会只不过是一个宗教性的团体或慈善机构而已，它不再是耶稣基督生命的共同体。求圣灵用基督舍己救人的大爱，再一次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及时醒悟，明白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然后让我们一起来完成传福音的大使命。传福音也是我们继续奔向130年、140年，上帝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呼召。意大利的经济学家 Pareto， 他在1897年提出了80-20的法则。这个法则不只是用在经济学的原理，他告诉我们，80%的结果是取决于20%的原因。全世界财富的80%是被20%的人所拥有。世界上80%的资源被20%的人口耗尽。80%的收获来自于20%的付出。公司80%的营收是来自20%的顾客。20%的犯罪涵盖了所有罪行的80%。一个国家的医疗体系，各位你知道台湾真的这一段时间，我们更体会台湾的健保真的是世界第一流的，对吗？台湾的整个医疗体系是很了不起的。因为没有在艰难环境中，还看不太出来。在这个医疗体系中，20%的人口跟20%的疾病会耗费掉80%的国家医疗资源。所以80-20原则是在表明投入跟产出、原因跟结果、努力跟报酬之间存在着既有的不平衡。运用这个法则，我们也可以推论到现在教会的现状。我发觉，如果一个教会只有20%的同工正在承担着教会80%的工作，教会的经常会80%的收入是来自20%的会友在奉献。这样，我们就需要好好的反省跟检讨。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王品集团之前的董事长戴胜义，他曾经分享他小时候，他爬到龙眼树上去摘龙眼的经验。他就因为这件事情让他体会到80-20的重要性。他发现树上80%的龙眼只要花1个小时就可以摘完。
如果还要再摘剩下的20%的龙眼，需要再花5个小时，因为其他的龙眼都长在比较高、比较难摘的地方。所以我说，从80-20的法则来看，他认为要从经验当中去观察清楚的方向，要有具体的目标，用有效的时间内去摘下最多的龙眼，不要只执着在一棵树，要耗费时间，甚至容易跌下来受伤的时候。如果这个定律是普遍的事实，那我们应该要勇于突破20%的迷失啊！我真盼望，其实我知道，刚刚牧师有告诉我，徐牧师说，其实士林教会在这几年，我们在很多方面，在台北中会是排第1名的。我为这个也非常感谢上帝，真的。但是，我盼望我们的教会80-20的法则能够转到70-30，甚至是60-40。如果这教会有50%以上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一项服事，每一个人都全然委身在神的教会里面，我相信我们有50%的人都愿意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有50%的人真实彻底的执行11奉献。我们不只是来教会做礼拜来聚会，我们要竭力多做主工。你好好的读圣经、祷告、传福音，也是一个非常具体多做主工的事，因为你的生命正在带来影响力。所以我们不要怕劳苦，我们要努力的服侍工作，我们要守护家庭，这个跟守护家庭跟经营事业是一样的。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我们，有2件事情我们要做。这个，当你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问题很大。所以第一件事情，我想我们就像经文所说的，务要坚固，不可动摇。疫情这么严重，很多的人心浮动，很多人找不到方向，很多人随波逐流。但是我们对信仰的态度会决定我们信仰的深度跟高度。我们的信仰才不会只停留在初步的阶段。我们只一直在停留做一个喝奶的基督徒，喝奶的婴孩，然后或是我们感觉到良心不安，我们才稍微来教会做一下礼拜。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全然的信靠耶稣，得着复活的新生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要活出信仰，多做主工。因为服侍上帝是从信仰来的，服侍可以充分的反映你信仰的态度。你曾经服侍不久之后，或是服侍一段时间之后，你就灰心失望吗？或者是你受到别人的指责或批评，或遇到一些困难就逃避不想服侍吗？如果是的话，那你的信仰还不够坚强，不够稳定，你还没有站稳呢。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这样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只要我们能够站立站稳，我们就可以坚固，就可以不动摇。哥林多前书3章11节，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以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那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是教会的房角石，是说一切根基中的最重要的根基了。根基不稳，怎么盖这个大楼呢？
哥罗西书1章23节，只是你们要持守所信的，根基立定稳固，不受动摇偏离，那由你们听过的福音而得的盼望。弟兄姐妹，福音是我们这一辈子最大的盼望，也是我们分享这好消息让别人得着新生命的一个更重要的盼望。在这个充满了很多的失望的这个世代，我们分享福音是主最喜悦的事。他说我会再来，我不是单言，我不是迟到，我乃是在等候。所以耶稣复活带给很多人生命的更新跟改变。同样的，我们也要靠主得胜，我们真的要一起来建造不动摇坚固的信心。第二跟大家分享，就是要多做主工，不会落空。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58节，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徒然的意思就是白费力气，毫无果效。所以我们不要怕劳苦，只要我们肯为主多做。这里看到几个字，关键字就是常常、竭力、尽力。到底这是什么的情况呢？主就是要我们要殷勤，要随时随地的找机会，尽心尽力尽职的为主摆上你自己。你随时可以来见证主的爱与恩典。常常有很多的慕道友、初信者来到教会找牧师帮忙，或者是找你帮忙，你难道可以说啊，对不起啊，我好累，我好忙，你下次再来好吗？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世界结束的时候，有人可能会害怕死亡，你也相信有地狱的话，当有人从你的门口经过，你会闭口不传福音给他吗？因为你失去的不是世间的生命，而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就像刚刚我说的，那个救生队不再救生了，只是当成一个高级俱乐部的时候，失去了它的本质和宗旨。所以传福音、领人归主，我们不是在做业绩，我们也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对世上的灵魂有一个极强烈的负担。所以我们要随时随地将自己准备好。这2天下来，我看到士林教会有一群很有智慧、很热忱又很奉献的长职同工。虽然有时候我们的服事也会感觉到疲倦，有时候我们也有劳累跟挫折，但是我相信在这里，只要有需要，他们就会主动的就出现在我们的身旁。所以我也常常在这几天，我就想，哎呀，这个士林教会有一群这些可爱的任劳任怨的同工跟牧者一起配搭，我真的是为此献上感恩。我相信上帝会使用人他们的顺服跟委身。当你也愿意甘心乐意不怕劳苦的多做主工的时候，你将自己放在一旁，你专注在上帝，先上帝后人，你的优序、你的排列排好，你就能得到上帝的悦纳和祝福。虽然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善行而得救，我们是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流血而蒙恩得救，
但是我们却需要在得救之后勤做主工，要为主为教会效力，这是主所托付我们的。弟兄姐妹，既然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主再来的日子更接近了，所以我们就应该要更积极的多做主工，要准备好自己。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主面前吗？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趁着我们越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越多的装备，积极投入各样的事工，发展恩赐。随着年纪渐长，我们越做越多，越做越火热。我们要从谋生的工作岗位，有一天就算你退休了，甚至是要更全然的委身在教会，尽心尽力的火热的来服侍主。我常常在跟弟兄姐妹分享，基督徒的生命是没有退休的。退休就表示你该做的都做了，能做的都做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做了，所以可以休息了，可以不做了，是这样吗？腓立比书3章12节到14节，保罗这样告诉我们：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而是我要竭力追求，好使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之所以要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事，向着目标竭力追求，为要得着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照我来往上去得的奖赏。所以基督徒，我们勤做主工，我们传福音。很多弟兄姐妹问我，牧师，我们要做到什么时候？还有我们一起宣告，做到见主面。来，一起说，做到什么时候？直到见主面，直到主再来啊。主说的话，他说话算话。所以不是上去就是下来了。主还没有来，你会上去找他；你还没有去，主就回来了，那他也会见到你。基督徒的生命是从信主的头一天，你就决定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直到主再来，或者是再见主面的那一天。除非蒙主恩召，否则只要你活在世上的每一天，你都是主的人，你都是做主的见证人，你就应该为主而活。所有的基督徒应该年轻的时候更要尽心竭力的为主效力，年老的时候我们更全心全力的为主而活。想想看，我们一生打拼所得的一切，能够存留到何时呢？能够换得多少真正的安全感吗？彼得前书1章25节这样说：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就是我们要传。我们所传扬的不过就是这一位爱我们的主嘛。传福音使人得救，所结的果子可以存到永远。我们做任何事都是上帝在动工，都是上帝在成就的。虽然是上帝动工，上帝成就，但是一点也不排斥我们要尽心竭力，努力的做成得救的功夫啊。就像哥林多前书15章第10节说的：然而靠着上帝的恩典，我得以有了今天，而且他赐给我的恩典并没有落空。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其实不是我，
而是上帝的恩典与我同在。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正走在这条恩典之路吗？这样，我们在主里的劳苦，是可以让我们得着真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不会枉然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服事和奉献，有一天都要向上帝交代，都要跟他交账。所以今日我成了何等人，通通是上帝的恩典，都是上帝的计划，都是上帝在掌管。虽然上帝计划，上帝掌管，但不是说我们就不用做了。我不怕劳苦的做了以后，弟兄姐妹，我们还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而不是归自己。而且我们要感恩说，这不是我自己，是上帝的恩典我才完成。因为这样，我们对这一切还有什么话说呢？上帝若这样的帮助我们，还有谁能够敌对我们呢？所以我们常常在想，这是我要讲结论。感谢上帝给我们有得救的机会，因为万事都能互相效力。我们能够因着信耶稣得着这么多的好处，因为主说一切的好处都不在我以外。阿们吗？在患难中，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在为每一个人祷告，连主耶稣都坐在父神的右边，在宝座前为我们祷告。那都是因为上帝预先知道我们，透过各样的环境，上帝也透过很多贵人在引导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然后称我们为义，让我们得荣耀。所以在服事的过程中，就算你遇到困难，他也会帮助你胜过这一切。我跟各位讲，这不只是客观的真理，也是你每一天都能够主观经历的见证。所以我这里讲球赛的胜负，大家都看球赛，不管你喜欢看篮球、足球、羽球，各种方式的比赛，乒乓球，我告诉你，常常取决在后面，取决在下半场，而不是上半场。人生的下半场是你追求价值意义和永恒的时候了。或许弟兄姐妹说，我人生我上半场出了很多差错，但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在下半场的时候，你还可以扳回来啊。上半场你疲于奔命，你没有时间思考你的人生，你只知道尽力的往上爬。但是到了下半场，真的是你要思想人生的时候。如果你再错过了下半场，再投错篮筐，你会全盘皆输啊。所以你要透过基督的信仰来带给你人生完全不一样的看法，给你一个永恒的眼光来透视你的生命。圣经有一个求问永生、求问价值意义的人来到耶稣面前，我看他人生的上半场努力赚到他所要的地位跟财富，而且他好像觉得他该做的都做得很好了，他也发现他拥有什么他所追求的一切了，但是却好像还没有让他得着一个永恒的盼望，因为他觉得我没有得到永生，不能给我真正的满足跟喜乐，所以他来求问主，我该做什么？但是我发觉那个年轻的有钱的人，而且还是做官的，为什么他忧忧愁愁的又离开了？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空洞，因为他知道他少了什么。
其实它少的就是价值和意义，它少的就是没有永恒，所以他才求问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你离开主了，我告诉你，如果你什么都没有抓住，那你所做的是徒然无用、落空、暂时，因为没有一样能够存到永恒。所以唯有做主工，才会有永存的价值，才不会有白做工的挫败。做主的工，重点不是做什么，而是为上帝的工，都是有意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人。你回想一下，你每一个礼拜至少40个小时在职场里面，那里就是你为主做工的地方。这里有年轻人，你也花很多时间在学习跟学校里面。你的使命就是要把上帝带你进入工作、学校或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你的呼召是借着在职场、社区、学校及你生活的现场，活出这份信仰，借此来影响更多的人，并向这个世界做见证。弟兄姐妹，你真的知道吗？上帝非常非常非常的爱你。你再一次的定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上帝曾经不爱他自己的儿子，白白的为我们牺牲受苦。上帝岂不也把万物和他完全的爱都赏赐给你和我吗？这是你的盼望，你的力量，也是上帝爱你的基础。你要坚固信心，站稳脚步，不要因为挫折而动摇了。我想敬拜团可以来，我们要来回应。我再次跟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勉励，相信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怕劳苦，我们只要为主而活，多做主工，相信有一天会得着他的奖赏。让我们一起努力来建造合神心意的教会。所以我们接着用这首诗歌，我想我们回应诗就是拣选，特别我也挑了这首诗歌，让我们一起再一次的来明白他的爱是何等的深切。定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一起起立。你十字架的大能，你重价赎回了我。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的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的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自我心训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早上，我相信你领受这段经文，你听了这个信息，不是听而已，是让我们去行。只有听到而不去行道的，还是死的。主啊，让我们活在你的里面，让我们成为一生跟随你的门徒，让我们愿意一起为建造教会而献上我们自己。好不好？这个时候是你也可以开祷告，你的回应，你把你的手按在心上，这是你跟主说：主啊，求你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你的里面，我就能够多结果子。主啊，我不要成为一个，我们这里是一个救生站，但是从来不去外面抢救所有世上的灵魂。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我相信神今天早上会回应你的祷告，因为他拣选你不是偶然的。是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赞美耶稣。主，你要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应你的呼召。主，谢谢你，
谢谢你如此大的爱与恩典，谢谢你保守。主耶稣，谢谢你，今天早晨我们再次来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因为这个拣选是确实的。主啊，这拣选是你付了代价的。我们再次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谢谢主，我们愿意说，让我们回应你在十字架上的爱。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再一次的来用这首歌成为你的祷告。你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的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自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拍手，荣耀归给神。请坐，请用预备的心来准备今天的感恩奉献。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坚定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哦，耶稣，耶稣，耶稣。请起立。奉献一生，坚定最爱是你。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人生一切问题的答案。我们一生能认识你是最大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无比的大爱、天父上帝丰盛的恩典，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使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气息是你赎回，如今
仅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